那咧日約翰2第2節咁樣講到，耶穌就係隔切加火是熱切嘅罪惡，唔係大成切加燈沙嘅罪惡，但係攏總全世界嘅罪都本佢火黑了。意思係講咩呢？佢隔個燈熱切嘅罪，切加熱切嘅錯熱切嘅罪惡，本耶穌擔黑了。當佢2000年前嚟到世間出世，時勢十字架，3億人口翻生。佢就係擔住加攏總世間裏嘅人類嘅罪。約翰福音3第15節咁樣講到，係嚟實相信佢係叫做得到永久嘅生命啊！所以這個世間你喺度很有機會，這個就係相信信任耶穌係一個救主，耶穌係一個上帝，耶穌係一個嘅天父，這個得到永久嘅生命，這個嘅靈得到永久嘅生命，世間你得到嘅同在，得到嘅歡喜，得到嘅快樂，你係冇世間你這個得到進到天家，因為這個信任嘅係這個嘅救主。阿門。